咱甲大家来锻炼信息，来准备咱的礼拜。来先来欣赏第一首的圣诗，圣诗第226首。咱就感谢上主至大，咱来请琴来弹一遍。咱就感谢上主至大，做咱拯救石盘，大家就来到伊面前，出声呼噜不停来唱。咱就感谢上主至大，做咱拯救石盘，大家就来到伊面前，出声呼噜不停来，搁唱一遍来。咱就感谢上主至大，做咱拯救石盘，大家就来到伊面前，出声呼噜不停。吼，这首歌真短，真好听，就是咱等一个第一首的圣诗。哦，这圣诗内底有一个名词，吼，今仔日咱讲道的主题，今日讲道是公务长老，伊的题目是拯救的石盘。吼啊，咱来看咱的迄个圣诗的咱第一节的后第二句就有看到，这是咱拯救石盘。吼，石盘会贯穿咱今仔日的圣诗。第一首圣诗有石盘，第二首的圣诗咱等者要唱嘛有石盘。吼，所以咱来唱诗歌的时阵来回想咱回想咱公务长老的讲道。咱来搁唱第一节，搁唱一遍咯，来唱。咱就感谢上主至大，做咱拯救石盘，大家就来到伊面前，出声呼噜不停。第二节，万主的主至大，上帝也过世间一切，关山深起地树着，伊是万龙的风。好，啊，这是咱第一首的信息，总共有4节，吼，咱第3节甲第4节咱就无锻炼啦。咱来看第2位的信息，信息第122首，替我拍破石盘，先来请琴来弹一遍。替我拍破石盘身，互我美伫你内面，你像手插协会开，空喙流出血甲水，两项公炮我拢爱，下做细心拄歹代。咱唱第一节来请。替我拍破石盘身，互我美伫你内面，你像手插协袂开，空喙流出血甲水，两项空互我拢爱，下做细心拄歹代。咱这再搁唱一遍。替我拍破石盘身，互我美伫你内面，你像手插协袂开，空喙流出血甲水，两项空互我拢爱，下做细心拄歹代。好，咱这首歌足熟的，对吧？好，这首歌嘛是我对细汉的时阵，儿童主日学的时阵嘛是有受到教导一直在唱这首歌。哦，但是我即马毋是即马啦，就是我大学毕业，可能最近才发现一件代志，我可能一直误解这个歌词，替我拍破石盘身。这个石盘身是我的石盘身，还是什么人的石盘身？哦，你拢知影？
我小学时我唔知影，因为小学时阵那种受到迄个教育，就是说啊，顽固不灵，顽石不灵。吼，咱就感觉就是讲我就是亲像一粒石头，求主来替我拍破这个石盘心，唔是哦，这是拍破石盘心。这个石盘心的主人是啥物人？是耶稣基督替我拍破石盘心。拍破石盘心了后，咱会当秘伫倒位？这石盘会来对嘛，对吧？哦，所以这样才有意义哦。我不知道有没有人跟我一样都会误解哦，因为中文哦，迄个主词无讲，嘿，要想一下。好，来过来看第四、第二节，第二纸的后面，空喙流出血甲水，吼、这是耶稣伊伫一个最后的时阵，吼，迄个兵丁，吼，伊要确定耶稣有死无，伊就是用一个迄个矛啦，吼，这讲是枪，伊插伊的肋骨这边，空喙流出血甲水，吼，啊，这有真侪解说，吼，有真侪医学上还是生理上的解释。坦白讲，我实在无看过讲这流出血甲水啦，吼，那有可能是水，有可能是血。但是血甲水，医学上来底实在是真少罕的，伫活人来当中会当看。所以遮有一个，我想遮这个作词诶牧师，伊可能有真侪神学上的意义。血甲水，好，血甲水是耶稣的血甲耶稣的水，有啥物有啥物款的功效？两项功效我拢爱嘛，所以表示讲血。有伊的功效，水嘛有伊的功效，而且功效是啥物？啊，但水有较清楚嘛，水就是洗净嘛，洗净。啊，血咧，耶稣的血咧，嘛是洗清咱的罪过吼，然后咱归伫上帝甲上帝个好，所以水甲血吼有足侪神学上的意义。伫规本的圣经内底拢有得记载。啊，血嘛水嘛代表啥物血？咱受水，咱洗礼。水的洗礼，咱毋是干那水的洗礼尔，咱嘛有耶稣血的洗礼，咱归伫耶稣的拯救的内底。吼，所以短短的歌词有真侪的意义伫内底。咱来去唱第一节，去唱入。第一节。来唱，替我拍破石盘心，破我美天的太平，你手插了皮开，空喙流出血甲水，两项功效我同爱，写做世心拄歹代第二节。我虽然亲爱着我，也未受发到一半。虽是阮困无夜难，目屎当流心袂安，可这拢袂伤我罪，只有救主耶稣为第三节。我打工手来手困，心里的就是阮，车体梦你诉伊唱，暖着梦你困陪游，有的来甲我抓皮，求你洗我拢清气。第四节，迄是洗手的刀花，啊是恁充满含我，愿意灵魂的对面，看你做为怕万民，替我拍破石盘心，我命。
阿门。准备心来开始今日礼拜。今仔日是妇女纪念主日的奉献主日，咱的奉献地放伫咱座位的头前，请咱关心甲奉献，请安静，同心来敬拜上帝，走噶。我的目睭常常向上主，因为伊要互我的脚脱离落网。求你活转我，可怜我，因为我是孤单搁困苦。咱做伙来吟圣诗，学了上帝圣诗226首，请起立。
是咱用使徒圣经做伙来告白咱的信仰。咱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是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十圣母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彼拉多任内受苦，顶是连死埋葬平复，第三日对死人中搁活，上天三日全面被上帝大平，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是圣神。天道相通，做为赦免，肉体搁活，永远活命。请坐。咱做伙来启用《约翰福音》第4章23节到26节。《约翰福音》第4章23节到23节。若是时要到，真实敬拜的，要用神用真实敬拜爸。上主弥赛亚已经到伫咱的中间。咱一齐求主赐落光明。主，求你对阮讲话，赐予我。同心来祈祷，慈悲疼痛的天父上帝，愿同心来到你的面前。你是有权能创造宇宙万物的神，是有权并审判一切罪恶的神，也是有慈悲体贴人的软弱的神。感谢你照着耶稣基督的救赎，互阮会当亲近你，甲你和好，称呼你阿爸爸。请阮的爸，阮承认家己不过是属肉体的人，常常阮所做的家己无明白，阮所得行的毋是阮所意爱，反倒阮所怨恨的，阮颠倒去做。总是感谢上帝的恩典，透过你的圣囝耶稣基督，互阮有机会认罪悔改，得到赦免，人生有份伫你的圣洁。因为你应允人，若点伫基督，就是最新创造的，有的代志已经过去，大拢变成新的。救赎的主，你是道路、真理、活命，因为你放下生命，流出宝血，互阮享受永远的活命。你对每一个跟缀你的人，拢有美好的旨意。阮所领受一切的恩惠甲灾难，也是你交代阮管理的，帮助阮正做你心中的管家，要互你的国降临伫地里，亲像伫天里。为着你的旨意伫行，由你用信实关灵扶持阮，使阮有气力卡赢试探，互阮顺全亲像你，通将一切荣耀归互你。教会的事工，无论是对外的宣教、带人信主，也是对内的信道性命的造就、关怀、建堂，恳求信心同在，引带所有受到服侍的同工，一齐协助牧师传道，凡事谦卑温柔，用吞忍伫仁爱三宽容，因和平三结连，伫于守信心所想事的合一。今仔日是妇女主日。感谢上帝创造女性，而且赏赐妇女有真好的特质。无论伫家庭、职场，也是服侍，拢有教育的智慧、坚定的意志，活出真水的见证。恳求主带领祝福每一位姊妹，常常用仁爱、和平、温柔、忍耐三款态，也愿意学习圣经中敬畏上帝。阁有信心的妇女的款式，诚侪正人的祝福。求主也顾念伫患难艰苦中的妇女，施恩怜悯因的苦楚，
引带因进入稳定的道路。恳求圣神即时充满会中，亲自带领阮的敬拜，愿荣耀、恶乐拢归乎天地的爸。愿深深拜列以上的祈祷，即时也要照主所教示阮的祈祷文，同声吟讲。
请做伙来共读上帝话，记载伫诗篇95篇第1节到11节。诗篇95篇第1节到11节。来啊，咱着耶上主唱歌，救咱的石盘出欢喜的声。咱着到伊的面前感谢伊，用诗歌伊出欢喜的声，因为上主是大的上帝，是大的王，赢过拢总的上帝。第4节，地深的所在伫伊的手中，山悬的山尖也属伫伊，海洋属伫伊，是伊创造的，大地也是伊的手所造成的。来啊，咱着鞠躬敬拜，跪落伫创造咱上主的面前，因为伊是咱的上帝，咱是伊养饲的百姓，是伊手下的羊。今仔日恁若听伊的声，就毋通硬恁的心，亲像伫米利巴，亲像当日伫旷野的玛撒。第9节，迄时恁的祖公试验我，搁看见我所做，40年久，我遐分迄世代的人讲，遮个是心迷乱的百姓，毋捌我的路。所以我伫受气的中，敢咒诅讲，因断断袂得通入我的安息。这个时阵，咱要请施工府长老来讲道，题目是拯救的磐石。亲爱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应该姊妹爱讲3摆。姊妹平安，姊妹平安，姊妹平安。今仔日3月7日是国际妇女节，起源对20世纪初的女性劳工运动甲争取平权的社会运动。1975年，联合国正式承认国际妇女年，开始庆祝国际妇女节。国际妇女节已经对劳工运动的纪念日发展成做全球性的性别平权的象征日。现代台湾性别平权的政策，伫亚洲属于领先的地位。今仔日是妇女纪念主日，港内顶的服侍者拢是妇女团体的干部甲同工。陈牧师嘛指派我伫今仔日的主日来负责讲道。我特别邀请咱教会的姊妹，会当多多关心甲支持。参与咱每礼拜5下晡1点半的聚会，互咱的妇女团体会通更较壮大，甲加速世代传承。今仔日嘛是大灾节期的第3主日，伫这段期间，咱基督徒爱立志学习耶稣，伫旷野中度过40天禁食祈祷，为伊所要领受12个的使命来做准备。今仔日我们是使用一个经课表所提供的圣经来讲道。拄则师父所读诗篇95篇的经文，带领咱倒转到信仰的中心本质。上主是咱拯救的石盘。伫这个无确定的时代，世间人拢在挑找可靠的保障、健康、财富、人际关系、社会制度等等。但是咱知，这个拢会改变、动摇，甚至一瞬间倒坏。诗人邀请咱来做3项代志：来敬拜、来斟酌听、来顺服。这段经文是一篇敬拜加上顺服的呼召。第1节，拯救咱的石盘欢呼。古早时，以色列人对石盘非常的熟悉。石盘代表稳固，袂会动摇。石盘代表避难所、保护，嘛代表供应。亲像上主咧旷野，互石盘出水，所以诗人讲上主是拯救的石盘，意思是指伊的救恩坚固不变，伊的保护完全可靠，伊的应允永远无变。3到5节，诗人描写上主的伟大，大山深的所在，伫伊的手中。关山的峰顶属伫伊，
海洋对伊创造，大地是伊造成，这毋是单纯对自然美的侮辱，搁较是信仰的确据。如果万物拢伫伊的手中，咱的性命敢毋是搁较伫伊的手中呢？敬拜毋是因为咱心情好，乃是因为上主配得。第6节到第7节，咱是伊草场的羊，是伊手下的百姓。即句话极其温柔。石盘代表能力甲坚固，木者代表关怀甲慈爱。上主毋是冷淡的创造者，乃是亲自牧养咱的上主。第7节到11节，当敬拜呼召结束了后，诗人忽然间反倒转，诚做严格的提醒：恁毋通移恁的心，因为旷野世代看到上主的作为，犹原无要信。因已经看见红海分开，食过玛纳，啉过石盘所出的水，但是犹原抱怨、怀疑、悖逆。诗人警告咱：敬拜若无有顺服，只有存了形式；信仰若无有真心来回应，就会渐渐疑心孤单。当你面对工作无稳定、健康挑战、家庭压力、心灵操烦的时阵，爱会记得。你毋是徛伫流沙顶，乃是徛伫石盘顶。上主今仔日犹原要借着圣经、祈祷、智慧劝诫、圣神的提醒来对咱讲话。今仔日这段经文提醒咱，敬拜是恩典，顺服是责任。无论咱的心哪里软弱，上主犹原是迄个救咱的石盘，引带咱的牧者，来你敬拜的创造主，来你信靠的天父。愿咱今仔日搁一遍倒转到伊的面前，将性命建立伫这位坚固不变、永远慈爱、拯救的石盘顶面。以色列百姓出埃及，伫石盘的旅程，就是一条学习信靠的路。经文对咱讲，伫生命中喙焦的时阵，上主犹原供应恩典的活水。以色列人犯罪，应该受审判。摩西的乖仔伫圣经上顶审判，但是奇妙的是，审判并无落伫百姓的身上，是落伫石盘顶。伫新约的启示，这个信者的真正意义，伫哥林多前书10章4节，保罗讲，迄个石盘就是基督，意思是石盘上顶基督，乖仔上顶上主的审判。水上顶生命的供应，甲圣神。基督受到打击，百姓得到生命，这就是十字架的预表。上主常常互咱会感觉伫完全无可能的所在，赐予恩典。约翰福音书第7章37节，耶稣徛咧大声讲：人若喙焦，会通到我遮来啉。伊是石盘，伊受打击。咱才会通得到活水。以色列人伫利未顶将问题交予破坏，摩西将问题交予上主，上主将活水对石盘中清出。今仔日伫咱的生命面临高大的时阵，基督犹原是流出活水的石盘。愿咱用信心来到主的面前，领受伊所准备的活水、恩典甲供应。活水甲石盘两项放做伙的时阵，会显出一幅非常有启示性的属灵图画。活水上顶圣神的工作，互人得到生命、更新甲复兴。石盘上顶坚固，永远袂动摇，是信仰甲生命的根基。生命就是爱建基伫石盘基督顶面，才会通互圣神的活水流入咱的生命。互高大的心灵变成做清气的活泉，活泉毋但是家己得到，也会通清出，流出去，成做别人的祝福。伫约翰福音书4章13节到14节，耶稣因伊讲：啉即个水的，拢要阁喙焦；独独既若啉我所要互伊的水的，永远袂喙焦。因为我所予伊的水，要伫伊的内面成做水泉，
直直穿起来到永远外。撒玛利亚妇人人是一位互社会边缘化的人，婚姻破碎，关系混乱，所以伫透中昼才偷偷出来拍水，为着要撇开众人的眼光。但是耶稣旨意行犹太人无常常行的路，来到撒玛利亚，伊展开一场改变性命的对话。耶稣毋是偶然经过，反倒当是故意超找。今仔日伊共款咧找咱。耶稣一开始的方式，毋是要讨论罪，反倒当是要建立关系。伊每一个破碎的人伸手。今仔日侪人认为需要的是成功、更较好的生活、受肯定、感情得到圆满，但是真正的渴望，却是心灵内面对上帝的渴慕。有一人想要将话题扭到宗教的辩论，到底是山顶敬拜，还是伫耶路撒冷？耶稣却指出，敬拜的本质，真正拜拜爱用心灵甲诚实敬拜伊。敬拜毋是伫礼拜堂，也是伫圣殿才会发生，反倒当是伫生活中的每一时刻，伫真实无虚假的心中，伫真理的中间甲主来相拄。耶稣旨意选择主动进入撒玛利亚，对象是一位撒玛利亚妇人人。耶稣主动开喙讲，伊启示弥赛亚的身份。互这位妇人人成做一位宣教师，互伊转到城内做见证，互全城的人拢来听耶稣。伫4章39节到42节，迄个城有撒玛利亚人侪信伊，是因为妇人人干净讲，我平素行的事，伊拢甲我讲。对安尼，撒玛利亚人就近耶稣的时阵，由伊甲因住，伊就住遐2日。因为伊的话来信的人搁较侪，甲妇人人讲，阮当是对你的话来信，是亲身听见，知伊真正是世间的救主。这是第一个团体承认耶稣做救世主的群体，毋是犹太人，乃是撒玛利亚人。这个事件对整本圣经的影响，毋是一遍偶然发生的事，反倒当是救恩蓝图的一部分。内省有演了《使徒行传》第1章8节，独圣神临到恁的时，恁要得到才能，搁伫耶路撒冷、遍犹太甲撒玛利亚，直到地极，要做我的见证。诗篇95篇第9节到11节，诗人最后提到，迄时恁的祖公试验我，搁看见我的所做，40年久。我讨厌万分，迄世代的人讲，这个是心袂乱的百姓，毋捌我的路，所以我伫生气中咒詛讲，因断袂通入我的安息。这段话对咱世间人同款是一个真大的警告，袂通进入上主所赐的安息，是一项恩典，嘛是祝福。答案。就记载咧马太福音书11章28节到30节，恁囡仔着我飞动动，会着就近我，我要互恁安息。我心内温柔谦逊，恁背我的担来对我学，就恁的心神会得到安息。因为我的担是快，我的担是轻。安息毋是啥物拢无做，反倒当是放落自我做主。进入上主的同在、信靠甲掌权的中间。安息毋是靠行为，乃是靠信心。安息是一种人行伫基督内面，甲伊同背担。上主毋是叫咱莫背担，乃是叫咱背耶稣的担。进入上主的安息，就是倒转到上主的主权，同时甲听的内面。无搁靠家己来研经人生，乃是甲基督同行的时阵，心灵得到安稳、自由、甲安息。伫上主的同在甲引出的中间，恢复咱原本应该爱有的状态。这款恢复本来应该爱有的状态，就是
以马内利，上主甲咱三甲之地。相信咱伫世间的天路历程的中间，拢会拄到各种大大小小的顺境，还是逆境，拢会当体会到以马内利上主悠然甲咱同在的经验。伫1996年，我的妈妈70岁的生日前几工，伊忽然间就中风，半身不遂，行动非常无方便，差不多马上送中校病院，治疗以后1礼拜就转到厝，伊的行动甲困眠、食物件拢足无方便。差不多半年后，我就送到龙潭教会我的妹妹迄个所在。我逐礼拜拢会开车去看我的妈妈，伫伊边唱歌、吟诗、甲伊讲话。拄好伫圣诞节迄天，下尾暗仔，妈妈讲叫我陪伊散步，散步拢对牧师馆行到礼拜堂头前，再要行转。伊讲要行转来的时阵，就非常的喘，喘到足厉害，我赶紧将伊抱到病床边，甲扶调的。但是最后伊嘛是心肺衰竭，就口吐白沫。但是迄个时阵，伊原本伊的面相是非常的忧愁暗淡，但是忽然间，我妈妈的规个面拢轻松对我微笑，发出足大的光。我知影妈妈已经过身，我非常的艰苦，泪流满面，痛哭不已。但是这个时阵，我相信以马内利，上主已经甲我妈妈、甲我三角地。我相信妈妈已经到天顶耶稣所替伊备办的所在。伫2018年7月迄段夏天，非常的热，拄好下班尖峰时段，我开车要转来，伫迄个成功路甲民权东路迄个所在，头前拄好紧急刹车，所以我嘛紧急刹车，但是后壁一台摩托车就甲我真大的弄了。我看后照镜，一个年轻人就倒下去，所以我赶快下车闪黄灯，去做一个环境处理以后，我就将这个年轻的人，我就把他扶到路边，阮两个就坐喺遐，我赶紧拍电话予119，希望救护车进来，我会甲交通警察联络，来报案。伫迄当阵，两个足凉皮，佫流汗，坐喺路边，忽然间，看到咱教会的徐俊刚，伊拄行去边啊，伊下班，我紧甲拜托，讲俊刚，你带遮小等下，等119的迄个救护车到的时阵，麻烦你陪即个年轻人到三总去，因为我都爱留喺现场，等即个警察来。接续40分钟以后，警察才到，所以现场我就做一些笔录，甲报告。接续阮两个就到三总，迄个去看即个年轻人，结果伊是右手背整个脱臼，还好没有其他的伤。迄个时阵医生嘛甲伊治好，伊也做伙来甲阮做即个笔录。结果伊提出来，伊的驾照是洪都拉斯的国际驾照，咱警察去查伊的驾照，咱台湾的政府并无要承认，所以对伊来讲，伊就是无照驾驶，所以伊非常紧张烦恼，因为接出来一些他的这个医药费或是他的这个车损保险都没有办法。但迄个时阵，我就甲安慰讲：你放心，你即摆上要紧的代志就是爱回去养伤，定期来回诊，看这个你的手背是不是可以恢复。我讲没关系，我今天晚上我会送你回家。还有你的那个摩托车，我也会请我儿子，帮你送回去。所以我要送伊转去的时阵，伊一路嘛是足烦恼，讲我即摆伊有头路。在甲伊讲的中间，伊是爸爸洪都拉斯人，妈妈是墨西哥人。来咱台湾，伊是成功大学毕业，拄好伫台湾大学博士退休博士班，伫中央研究院打工。所以我感觉感谢主，遮尔好的机会熟悉这位年轻人，我应该搁较爱甲斗相共。所以转到厝，我的囡仔嘛将摩托车骑到伊的厝，我就 say goodbye。但是我讲留即个 line，
我们可以伫即段期间会当互相搁联络。差不多3个月以后，差不多11月，我就甲伊约到伫公司下甲星巴克啉咖啡。我看伊来的时阵精神足好诶，我这个年轻人好像重新又开始了，有很好的交通，我也为他祷告，之后就离开，我们赖继续有这个联系，之后他在赖顶头有讲最后一段话讲，哈哈哈，也感谢徐先生。其实我感觉一世人拄着像徐先生这样慷慨、充满慈爱的人，才几百人尔，我非常受鼓励甲挑战，设计了目标，未来嘛会当诚做亲像徐先生会帮助别人的人。因为我有包一个红包互伊。今年年初1月下旬的时阵，圣神的感动，我甲阮后生有一个足好的讲话，结果阮2个决定，每礼拜六早起6点半，拢做伙去阮兜附近迄个网球场的健身中心去做重训，主力训练。因为我已经嘛有年纪啊，所以伊做我的教练，甲我指导，互我知影会晓用工具。互我转来嘛会当做一寡迄个运动，所以我非常的感谢。特别欢喜的就是，我运动所甲阮后生太太食早起顿的时阵，问伊讲你当时要结婚？伊讲今年要结婚，足欢喜的。所以我即摆就开始筹备，所以以马内利，上主甲咱三合地地。今仔日的主题拯救的石盘，我想咱会当做3项代志，就是头拄诗人特别提醒咱爱做，就是爱敬拜、斟酌来听、来顺服。我想咱若有即款的日子甲主保持足好的关系，像头拄圣歌队一开始的宣调歌，就是每日的3摆祈祷，捌主搁较深，捌主搁较清楚。听主搁较深，缀主搁较温暖，所以这拢咱爱身为主的学生，咱爱透过种种的行为甲态度来甲主相拄，敬拜，注意听，顺服，咱会当得到安息。咱同心来祈祷，拯救的石盘，阮的救主耶稣基督，阮感谢你，阿罗你。你的慈爱甲信实是非常的长阔完深，互阮信基督耶稣会当得到永远活的生命。伊一世人的生活中间，奉耶稣的名会当得到安息。主啊，多谢你今仔日来到阮生命的水井边，求你除去阮外在的负荷甲需要，将真正的活水充满阮，以利阮的伤魂，改变阮的生命。互咱也会当诚做带人来见耶稣的见证人，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这个时阵，请妇女团契献诗。
咱做伙来读今仔日的金句，请咱做伙来读2遍。若是上帝显明伊本身疼咱的痛疼，因为咱还佫做罪人时，伊就替咱死。罗马书第5章第8节。若是上帝显明伊本身疼咱的痛疼，因为咱还佫做罪人的时，伊就替咱死。罗马书第5章8节。咱三甲来吟圣诗，回应上帝的话。圣诗122首，122首，请起立。请坐。今仔日有约定奉献，咱要请高主任长老、徐东庆长老、徐伟勋长老奉献赖宜家执事甲庄博雅执事。
日。请坐。请咱做伙来看消息报告。今仔日是妇女事工纪念日日，由本教会妇女团契负责第1场的礼拜服侍，请兄姐关心奉献。第4点，本学期松山国校生命教育对3月初9开始要上课。本学期拢总有20个班，请咱为着这项代志来代祷。下面请陈牧师补充。好，咱多谢今仔日妇女团契献诗甲讲台的服侍，咱嘛欢迎咱所有的姊妹会当来参加因的聚会。因的聚会足多元的吼，所以真有意思。咱毋茫讲欢迎咱所有的姊妹拢会当来参加。好，这是咱来公道，咱来为着世界、为着台湾、为着宣教师来祈祷。第二，咱为着教会同样的事工来祈祷。咱嘛为着大院的神母兄祈祷。恳求主，伊即届是肺部的问题，吼，伊的腹肚迄个主动脉有一点仔剥离，所以要等伊肺部的问题处理了后，才会当做腹肚的迄个动脉处理。吼，咱嘛为着俊生兄来祈祷，伊最近昨嘛住院，吼，恳求主医治伊。咱嘛为着伫处理疗养的燕纯伊伫拜4有经过一个手术，吼，咱嘛恳求主会当互伊会当真平安。会当伫厝里好会休困，嘛为着应宣来祈祷，为着临随长老、以利、慧玲姐、淑慧姐、金芬姐、雨婷、阿卡姐、明珠姐、方梅姐、丁友兄、明理姐、明月姐、道明兄、阿菊姐。明月姐就是雷文梅姊妹的大家，伊今仔日嘛来到咱的中间，请卢妈妈吼，咱欢迎你。咱嘛恳求主会当继续医治伊，互伊紧紧来恢复健康。吼，所以这是咱开喙来为着遮个兄弟姊妹，为着遮个咱所带倒的遮个事，咱做伙来祈祷。主耶稣，阮感谢你，互阮伫今仔日会当透过妇女团契因的诗花，也是献诗，互阮搁一届聚焦伫你。主恳求你会当来祝福阮所有兄弟姊妹，透过今仔日圣经的即段话，阮的性命会当得到搁一届的换新。互阮知你就是阮的石磐，阮只有倚靠你。主恳求你伫阮的中间引带阮、带领阮，经过即个世间的风影。主，阮也要为着阮的遮妇女团契姊妹来祈祷，恳求你保守，互因伫教会会当聚会，也会当好的服侍，也保守，互因会当伫家庭中间诚做美好的见证，因带因厝内所有的人拢会当来求近你。主，阮也要为着阮的世界台湾来祈祷，恳求你保守即个世界，互你所创造的万民。虽然有诶，只是伫经历战争，也是痛苦的中间，主恳求你会当来拯救，恳求你会怜悯，主也互阮遮个基督徒，互阮会当知安怎来替人来祈祷。阮也为着世界的宣教师来祈祷，恳求你保守遮个宣教师，互因到伫逐所在拢会当真平安，互因所传的福音，嘛会当诚做是种子，种伫迄个场地，会当不艺成长。阮也为着教会的事工来祈祷，
特别阮为着阮后礼拜开始性命教育的事工祈祷，恳求你保守照顾阮遮的义工老师，互因所伫学所做的遮的性命教育的分享，拢会当得到学生也是老师的喜爱，互遮的教育嘛会当来进入去校园，帮助现主时的遮的囡仔。阮也为着带院的兄弟来祈祷，恳求你保守神武执事，帮助伊紧紧恢复健康。也准生兄，恳求上帝你也照顾伊，透过医生适当的医疗，互这两位兄弟会当得到健康。阮也要为着身躯欠安、你顺利疗养的兄弟来祈祷，恳求你保守燕存，伊伫顶礼拜进行开刀，也帮助伊，互伊伫了后才会恢复，也是了后的才会处理，拢有上帝你的带领。主，阮也恳求你来保守中间的应轩，也是临时长老以利、慧玲姐、淑慧姐、金芬姐、雨婷、阿卡姐、明珠姐、方梅姐、丁友兄、明丽姐、明月姐、道明兄、阿菊姐，恳求你保守。特别阮今仔日真欢喜，看到卢妈妈来到阮的中间，也恳求你会当来成做伊的帮赞，也互伊会当来认捌你。主，阮将阮兄弟姊妹拢交伫主你的手中，恳求你引带阮、带领阮。阮安尼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这是咱伫上帝所赏赐的平安内面，咱来行平安礼。我因主的听信心来听你，我因主的听信心来听你，我看见你来庇护主的荣耀，我因主的听信心来听你。这时来吟圣诗394首，吟诗后请陈牧师祝祷，请起立。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圣神的相通，甲恁众人伫地，对即时到永世代无尽。阿门。
较济。